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7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字：恁爸、恁阿公、恁祖妈、恁母、恁老师的这字恁，是毋是有可能有一个字，甲这字恁的读音真相像，但是年久月深，煞走音去？有一寡网友甲小张讲：小张，你毋好当讲陈朴树的歹听话。这集我无要讲陈朴树的歹听话，颠倒我要甲播，安怎的播法，你甲看落就会了解。刷落来，咱要来读第2篇的台语文，题目叫做《少年的暗思恋》，是安怎要囥伫后壁，才要来读？因为好酒沉甕底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陈朴树安怎介绍恁爸这两字。伊讲恁爸就是你甲伊两人的老爸，重点是两个人哦。假使即马对方若只有一人，那安尼咱是毋是就袂使讲恁爸啊？咱若在讲恁爸的时阵，敢有在管待对方几个人？无嘛，所以这个所在就已经袂通啊。过来，陈朴树讲恁爸的恁，这个字的音安怎来的？伊讲就爱用3字连切，用你、伊、甲文这3字连切，才切出来恁这个音。这个3字连切，会使讲是陈朴树的独门绝招。莫怪人在嚣摆话话，莫怪人开嘴合喙，拢自称家己是专家，家己是国宝。咱的头脑实在是对伊袂着，差伤济啦。安怎讲？历朝历代的运册，用两个字来咧测音。前册取声母，后册取韵母，用两个字，咱就已经测甲高血压，测甲心脏病啊。结果人陈朴树用3字连测，这实在是有够厉害。小张伫这个所在甘拜下风。咱即马来讲正经的，伫中国特学书电子化计划这个网站内底，咱来甲查这个字命令的令，伫这个所在写甲真清楚，为红顺的所在，小张甲放大，伊写安尼，对对方亲属的尊称，安怎用法？令尊、令同、令兄、令妹、令爱、令郎。今日要来讲的重点，就是令尊。要来讲令尊进前，咱先来看令的甲骨文安怎写。这字令的甲骨文分作上下两部分。顶悬这部分咱已经介绍过啊。这个字写甲若 ABC 的 A， 其实就是集合的集的古早字。下骹这个部分画一个人的形体跪伫涂骹，这就是奴隶。甲奴隶集合起来要创啥？要发便当呢？毋是啦，说文解字内底有写发号呀，意思就是有命令、有代志，要叫这个奴隶去做工课。伫集韵甲正韵内底讲，立、正、切，读作气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就读作令。转调的时阵，爱为第3调转第2调，但是这个音毋是正确的，因为小张已经研究过啊。另外一个音伫公文内底写龙、丁、切，龙、丁、令，第1调。若转调的时阵，就爱读作第7调，读作令。讲完命令的令，咱即马来讲这字尊。不管是做、坤、切，也是做、坤、切，拢读作尊，第1调的尊。咱来看甲骨文安怎写。顶悬这个部分就是底酒的酒器，下骹有2只手，用一双手捧酒器，表示尊重、表示尊敬的意思。说文解字内底讲高清也，公文内底讲重也、贵也、君父之称也。
即字父，也阁有两个共意思的字，阿爹甲阿爸。即字爸，阁有另外一个读音，读作爸，老爸的爸。即马咱来甲两字斗做伙，读作令尊。即字尊，咱来甲换作老爸的爸，所以就读作令爸。是毋是有可能年久月深，煞全走音去？走音去了后，全读作恁爸。用即个恁爸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无第三者的时阵，也可以使用。咱若是用单朴实的动门绝招三连切，嘛有法度切出来恁爸的音，但是伫即个所在爱真注意，若无第三者的时阵，不可以使用。不可以，就是袂使的意思。咱伫遮爱讲互清楚，爱讲互陈博士听。校长讲的嘛无一定对，欢迎各位做伙来讨论，嘛欢迎高手发表高见，咱做伙来甲正字找出来。刷落来，咱来读台语文第2篇。这篇文章是玻璃的叶先生所写的。这位叶先生是咱的好朋友，常常来校长的频道发表一寡宝贵的意见。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文章，标题叫做《少年的暗思恋》。迄一天，熊熊月头，看到你灿烂笑容，我一时心迷醉，从此将你藏伫我的心内。每一摆拄到你，真想要表示，但是我一直毋敢讲出嘴。过了3冬，你美丽的形影消失啊！为何我会遮尔避暑，全无勇气？为何我目睭金金，看你消失无踪？逐回坐车要离开故乡，我坐伫车内，看车窗外，望会当再看到你的形影，梦想你会伫熟悉的街路出现。到尾啊，也是失望，对这班车来离开。这篇文章拢总166字，程度已经是高中生的程度啊。上侪人讨论的应该是第7行，这个必事的事，人叶先生已经甲注解写遍啊。这字事的韵切音用实、理、切、实、理、是，音就读作是。陈也、注也、吉也、放也，台湾人有时将是读作事，若亲像想要撇开是这个音，大概是也会读作事，如放肆。第13行内底，针对这字班，校长有淡薄仔问题，要来甲大家讨论。公文内底写补还切，补还搬，这个字读作搬，但是伫咱的民间，咱拢读作班。一文内底写厝也，直接反应搬厝，就是同义连词。咱若是去坐火车，一定爱先去跑马灯遐，甲看清楚，搭一个班厝伫搭一个月台，是往南还是上北，一定爱看详细，才袂坐毋着班呢。这个所在，校长哪会甲读作班？相信有真侪观众朋友甲校长同款，这个字甲读作班。你坐倒一班呢？我坐5点迄班呢。这字班，敢是班这个字？若安尼讲起来，这字班有3个读音，会使读作班，嘛会使读作班，嘛会使读作班。敢安呢？校长认为这字班应该是另有其字，可能是这字啦。各位若有更较好的意见，麻烦指教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要特别感谢叶先生写这篇遮好的文章，真互校长面子。另外，我嘛希望有愈来愈侪人
分享台语文。你若有文章写了袂歹诶，想要甲大家分享诶，欢迎留言伫小张诶节目内底，咱会使针对你诶文章来做讨论。上尾啊，小张会伫节目内底甲朗读出来。老规矩，若有无讲到诶，也是讲了无好势，也是你有搁较好诶意见诶，拢会使甲小张讲，免客气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诶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